怎么就一个人吃饭呢？其他人呢？你不是人吗？哎呀，女人呐，就是情绪化，你知道吗？郑主管最近的女人缘，好的忘乎所以了。费总，你无不无聊啊？还好吧。 唐明啊，你工作忙，好不容易来一趟丽江，待会儿吃完饭呢，让小秋陪你到附近转转啊。爸，人家才刚下飞机，你也不问问他累不累？不累。哎，叔叔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这次回来带了一些药给你。哈，我很好，谢谢你了。这段时间呢，幸亏有小秋照顾我，不过竟给他耽误工作了。正好你来了，带他回上海，带他走。爸，我才刚回来，您怎么又赶我走啊？叔叔，我想让小秋带我到处走一走，不着急。好。唐大医生，我们丽江海拔可有2000多米呢，我怕你身体不适应。我的身体素质很好。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，万一明天你在半路上身体不支晕倒了，我可不负责任啊。那好啊，只要你行，我就行。大明啊，我这还一瓶好酒啊，绵柔金六福。今天啊，你可得多喝点啊，我呢陪你一点点。叔叔爸，你不能喝。我不喝，让唐明喝。动起来，注意呼吸。搞什么鬼？周总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那个楚哥他还是不太舒服。那个楚哥说了，是这样，那个如果这儿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了。抖起来啊！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叫救护车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！你这个你看午休时间嘛，带着大伙在做运动是吧？多好。跟他说，身体不舒服，这样死得快。啊。那苏总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啊，我做运动了啊。哎，活动开，起来，放松我们的肩膀。是不是死了都要唱啊？你再唱的话，你的嗓子就废了。陶宇，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以前我唱的歌都是无病呻吟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唱歌就是要是
这个 Tony 太内敛了。苏畅呢？我要跟苏畅唱。苏畅呢？门口打电话呢。我要下去。啊？下去。打什么电话呀？好好的，快点儿，找去。哎喂，楚哥，对，我一个人在家过年，你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但是你可答应我个事儿啊，你得把我姐照顾好。你要是照顾不好我姐，我给谁打电话呢？你怎么出来了？找你啊，正主。还真是啊！哎呦，你放心好了，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思追他了。走了，唐果果，来啊！你现在这状态特别好，比以前的大小姐高高在上那样好多了，可爱多了。走上啊！你对可爱的要求也太另类了吧！走了，别废话，唱歌的。哎，废话。干嘛呀？我们谈谈。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正主，我不就是背着你藏了钱跟卡吗？我已经承认错误了，你想怎么着？没完没了干嘛呀你？你会承认错误？你真的承认错误吗？对，我承认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呢？你可说了啊，你要弥补我，你得说话算话。我什么说过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这种人说话不算数。行，我说过啊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啊，跟我回绍兴。绍兴。上次出差还没玩够啊？绍兴是我老家，我想带你回家过春节。是你家呀？我说你那计划书做的那么得心应手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？我这不是怕某人说我假公济私吗？还学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你过奖了。等会儿，你刚才那句话的后半句说了什么？让我陪你过春节。不是你疯了吧？因为我是为你好，要不然你怎么办？自己一个人在上海过年啊？哦，我告诉你啊，苏畅今年可没时间陪你，他有事儿。谁说？你看你不信，来，你给他去电话，你问问。喂，哎，姐。白头上是我。你今年过年什么安排？今年过年呢，我就不陪你一起过了。我这边忙着呢，所以说你这个孕妇也笨手笨脚的，你就别给我添麻烦了啊！咱俩好不容易在一起能过个春节的，都多少年没过了？是啊，多少年没在一起过年了，反正也不差这一年了。咱明年再见啊！听话，姐，先亲一口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我没骗你吧？大不了一个人过呗，又不能少块肉。哎呀，为了避嫌啊，我再给你一个更充分的理由。看看，这是爱美之旅项目拓展计划书，上面有你的签字，对吧？你跟我们大家说过，说爱美之旅这个项目太重要了，我们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啊，向中小城市去拓展我们的这个品牌效应。现在绍兴就是我们拓展的第一步，你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，你是不是得亲自出马？郑楚，你是设了个套让我钻，是不是？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你预谋好的。之前纯属巧合，但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认为是缘分。你这是通知我？
车票都给你买好了。先斩后奏，你行啊？你还有什么招没使啊？明天早上别赖床，火车不等人。唱什么啊？明早准时出发。进来吧。哎，哇，这些是什么？我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个景点是玉龙雪山，所以呢，装备得备齐了。这个医疗小包呢，是以防意外的情况发生可以用得上。还有这个饼干，饿了的时候可以充饥用。还有很多很多，要不要继续听啊？如果听的话，可能会很久啊。听到几点可以睡啊？那大概得12点吧。哦，那就算了。哎，小娇，我忽然发现你以后肯定是一个好妻子，好妈妈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你担心的事多，而且我的感觉很准。哦，对了，雪山上很冷，我怕你的衣服太薄了，走之前我们挑一件厚一点的衣服。好吧，妈妈。讨厌。哎，问一下，玉龙雪山那边有龙吗？有啊，有乌龟。那请问玉龙雪山有没有雨？有啊，有雪。世界里没有允许是相知，是会。哎，哥哥，能不能别唱了？都唱一宿，你给我耳朵都唱聋了。绝配呀！我声带坏了，你聋了。果果啊，你唱了一晚上？怎么可能嘛？是吧？脑海里，我的梦里。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的。干什么呀，唐你？你嫌弃我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没嫌弃你。果果，你唱歌，你唱歌，你唱歌，你唱什么唱？不是，果果，我想听你清唱没有伴奏的唱歌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感觉这个 feel 怎么样？什么 feel？我就是觉得有点怪。说谁怪呢？怪是吧？怪就对了，果果。这不叫怪，这叫 identification of sound。什么玩意儿 ？identification of sound。哎，就是声音的识别度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嗓子好的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比青藏高原高几个 key 的人多的是。However， 记得住吗 ？A little， 对吧？完全记不住。你再听听他的嗓子，听听他的嗓子，听听他的声音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
斯特。还没过瘾啊？一个人也可以玩。哎呀，才玩了几圈，陈太太就有事儿就出去了，没过瘾。成天只会打麻将、看电视，你女儿果果的事情，你有放在心上吗？果果她怎么啦？你拨100万到陈依然的户头上面，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吗？让他请果果做演唱嘉宾，还有那个舞蹈演呢，请他安排一个角色，让唐氏企业来赞助呢，毫无问题。千万要记住，不能让果果知道。花这么多钱为女儿铺路啊，你这是怎么啦？你终于想起来问了，你这个像当妈的吗？我问你啊，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果果在电视上了？他多久没唱过歌了？果果出事了？啊，不算出事了，都是个坎吧。哦，是那样啊。不过我觉得奇怪了，以前你是不让女儿去娱乐圈的，现在女儿这日子不好过了，你又偷偷的帮她，你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？我是怎么想的？以前我是担心他迷失在这个娱乐圈，现在他有困难了，我这个做爸的不能拉他一把吗？不能唱歌对他打击是很大的。喂，陈总啊，是这个事情要拜托你了。果果这边呢，请你帮个忙啊！谢谢，拜托，我们改天吃饭啊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。幸好上次留了唐明家的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陈珊珊，请问唐夫人在吗？珊珊啊，你找唐明吗？他去丽江啦。啊，就是那边。来，站到这边来，感觉一下。我小的时候，不管开心不开心，都会来这个地方，大喊几声，所有的烦恼都没了。所以你带我过来这边。嗯。洱海，我们来了！哎，你要喊喊试试啊？来嘛，大喊几声，所有的烦恼都没了。我们来了。切，根本就没听到，你再大声一点吧。好了。洱海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再大一点声嘛。来嘛，来吧。洱海，我们来了。一起吧。好。洱海，我们来了。
哎，我们来了！我们拍张照吧。好。2、3。你在家就敲，你来这儿还敲，你敲什么呀？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好的。我姑姑说她春节也要回绍兴，而且点名要见你。姑姑回来算好事啊。她对这次合作非常满意，说要追加款项。真的？追加多少？看你两眼都冒光了。具体数额我不知道，但凭我对她的了解，应该不会少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，我爸我妈也点名要见你。你爸你妈见我干嘛呀？因为我跟他们说我这次带着女朋友回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泰山压我也没用，不同意。真的晚了。什么意思你？我和我妈说，咱俩半个小时不到家，他们就杀过来。这忙你帮是不帮啊？哎。
哎，阿姨好。你不要打得真漂亮。谢谢阿姨。哎，个子长这么高了都。瞎说什么呀？这谁是你们什么事？是人家说了，我不得接话吗？快谁让你接的？哎，叔叔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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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家过年了？是。女朋友啊，对。这么漂亮啊？啊，一般般吧。哪一般般了？我一般般吗？我哪一般般了？我刚才说你好看，你不乐意了。我说你一般般，你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小苏啊，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？还有一个弟弟，哦，他是做什么的？是魔术师。小苏啊，我听郑楚说你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啊。啊，对。哎呦，那我们家郑楚啊，只是个研究生。我不介意。哦，哎，那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爸妈早就过世了。妈，电话里都说好的，只许盘问15分钟，到点了。臭小子，好不容易盼着你把女朋友带回来，妈就不能多问几句啊？不是你这左一句右一句的问，人家会紧张的。你看他坐着都这样了。小苏没事。不是爸啊，赶紧的，哎，管管你的女人好不好？你女人这么盘问我的女人，我脸上很没面子的。你小子还没我当年有出息呢啊！你帮帮把支走行不行？来，这幅字啊，送给他。哟，给苏芒的。对，哎，苏芒，这是我爸送给你的墨宝啊。哦，谢谢叔叔。我告诉你，小苏，我的字儿可不轻易送人啊！是。还有啊，以后啊，没事就跟郑主一起啊，多回家来看看啊，要不然我们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儿子了啊！是。别傻站着了，孩子们都饿了，赶快吃饭吧。着什么急呀？我还要跟那个小苏。我饿。哦，儿子饿了。对。哦，那去走啊！小苏啊，你走啊，你走。我带苏芒上楼参观参观啊！快去参观吧。来，不用客气啊，随便看。大白天你关什么门呢？一会儿你爸妈以为咱们在这干什么呢？我是怕他们搞突然袭击，冲进来围观。不会，你爸妈没你那么没分寸。哎呦我天！行啊，没聊2句，这婆媳关系已经建立了啊。嫌快啊？那我一会儿跟他们说实话。不，我只要说2件事。第一呢，我离过婚；第二呢，我还怀个孩子。你觉得他们会不会马上让我走人？哎呀，你要真把这些事儿说了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。那看你怎么伺候我了。万一哪天我心情不好，说漏了嘴，嘿嘿，到时候。你当你在8点当撒狗血吗？还租个女人回来？好了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什么，小感冒而已。郑总，我们撒谎呢，肯定是我们不对。对。但是什么叫随便租个女人回来？第一，我苏芒不随便；第二呢，我也不是他租的，是他求我回来的。他可没给我钱。姑姑，我爸那人什么样，
你最知道，对吧？他一直逼着我结婚，这到了年关了，逼得更凶。你知道我回来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了吗？他说：“张主啊，你可以不结婚，那你把孩子先生了。”你说说，他一个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的人民教师，说出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太大逆不道了？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现在几岁了？你还不结婚？你爸爸当然急死了。那我就是为了让他不生气、不着急，我才出此下策嘛。那你带谁都。不知道爸爸是谁，这要给你爸爸知道啊，他肯定气死了。我的孩子是谁的那是我的事儿，不需要别人来品头论足。另外，我跟正主就是逢场作戏而已，这戏也演不到发现孩子那个情节吧？哎，干嘛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大过年的，我可不想看别人脸色冷着热乎。你伯父不喜欢我，这戏我也演不下去，帮不了你。你哪儿都不许去，是我把你领回来的，我就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回上海，你对着镜子是团圆饭，此时此刻你就是我女朋友，一个人去哪儿我都不放心。算了，别啰嗦了。反正大家都来了，就别半途而废了。走吧。老郑啊，老郑啊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拿手机来。怎么了？那，这小苏在吃药，这外文字看不懂，你查一下什么意思？快查一下。我看看。屁。啊。急。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啊！难怪这小陈这次把女朋友带得那么痛快。不过小苏好像还刚怀上1、2个月哦，还看不出来。3、4、7。哟，今年夏天我们俩就可以做爷爷奶奶了，我们可以抱孙子了。我要当爷爷了。这小子不愧是我老张的儿子，办事就是利索。没。姑姑回来了。美玲啊，你回来了！美玲啊，我告诉你个特大好消息，我要做奶奶了。奶奶啊，你有弟弟啊？你怎么一点都不为我高兴啊？你说郑楚的儿子？是啊。不是妈，你们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吗？是不知道。原来美玲你知道他们俩的孩子啊？哎呦，臭小子！这就是你不对了，连你姑姑都知道了，还瞒着我们俩。妈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呀，怎么连你爸妈都骗了？不是你，郑主，哎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得让我跟你妈知道啊。
是你告诉他们的？没有啊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妈，你到底怎么知道的？你小苏，来来，快坐下坐下啊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小苏啊，哎呦，外面那个有宝宝啊，当心啊。小苏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不小心啊，发现你在吃药，我们担心你得了什么病，结果一查是给孕妇吃的。哎呦，我们俩很高兴，所以决定过完年啊，我和你爸一起陪着你们回上海，专门照顾你的生活。你和我爸啊，去上海啊？你现在不是有宝宝了吗？那你们俩赶紧得结婚呢！一结婚以后，那郑楚的爸不就是你的爸吗？不是这事慢慢来，咱们得从长计议啊。什么还从长计议呢？你能等？我孙子等得了吗？再等我孙子就出生了。没那么快。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负起责任，赶紧把小苏给我娶进门来。对，小苏啊，我还给你熬了参鸡汤，一会儿给你吃。不用，阿姨。现在你最需要营养的时候。哎，我看这样啊，亮亮，这腊月27不是你生日吗？啊，你的生日宴，郑楚的订婚宴，咱们啊一起办，全家人一起庆祝一下。不行不行啊，这苏麻。我不太舒服，我先上楼了。小苏，小苏啊，小苏怎么不说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就是你们问东问西的，可能他压力很大嘛。我就说我上去看看他。快去照顾他，要不要送医院呀？哎呦，他可是有宝宝了呀！苏麻，苏麻，你锁门干嘛呀？苏麻。郑楚，你能不能放过我了？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你，你为我考虑考虑啊！你看看你爸妈，以为这孩子是你的，笑什么笑？你刚没听见吗？还要给我煲鸡汤呢。那你就喝呀，我妈做鸡汤可好喝。我喝什么喝？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万一他们发现了呢？我怎么面对？他们现在对我这么好，我都已经开始内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这么内疚，那你走吧。大不了你前脚走，我后脚被扫地出门。只可怜我爸爸的身体，我怕他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哦，你不用可怜我，走吧走吧。你少装可怜。我不是装可怜，我是真可怜。问题他现在让我们订婚啊，你怎么瞒呀？而且你姑姑在下面，她什么都知道，她肯定会告诉你爸妈呀。放心吧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她怎么不会说？她从头到尾都没觉得我是个好人。好，我姑姑说话不好听，我替她跟你赔礼道歉，你就当帮帮我嘛。过完春节，我们回到上海以后，我再慢慢跟他们解释，那个时候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哦，对了，订婚这事儿，你就当是个玩笑啊，别放在心里。订婚这事儿肯定是不可能了，有你姑姑在，怎么可能订婚？不对，郑楚，你千方百计把我骗到这儿来，然后想尽办法把我留下来，我想将错就错吧？我有这个贼心，我有这个贼胆啊！喂，苏畅。喂，姐，玩的怎么样啊？玩什么玩啊？我都要订婚了。进度这么快啊？不是，你再过几个月，是不是直接办满月酒了？你正经点啊，说正事儿呢。这孩子又不是郑楚的，他爸妈是不知道真相。真爱无敌呀！你在他爸妈面前表现的对爱情至死不渝，不就完了吗？再说了，现在放开二胎政策了，你生完一个再生一个不就完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虽然楚哥各个方面都不如我，但也算是个好男人。订婚这是大事儿，我必须得出席，而且我得随个大礼。行。喂，喂，
谁要订婚？大芒果啊？苏珊跟你说什么了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怎么出来？你不是在里边唱歌吗？问你话呢？大芒果要跟谁订婚？郑楚啊？不是我姐订婚，我姐怀着孕呢，订什么婚呢？不是你干嘛呀？你撒谎的本领实在太差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给郑楚打电话呀？别打电话，大过年的人肯定忙呢，过几天再打啊。你信不信我亲自去找他？你干嘛呀？哎，你是不是还喜欢郑楚啊？对呀，不喜欢他难道喜欢你啊？果果，哎，果果，喂，楚楚啊，你干什么呢？跟大芒果在一起呢？他怎么可能跟我来绍兴呢？那你知道大芒果要订婚了吗？啊，订婚了？跟谁啊？这么快啊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刚刚听苏畅偷偷摸摸打电话，我还以为他要跟你订婚。你肯定是听错了嘛。我要跟你视频。视频干嘛？我们打电话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要看看你的房间藏不藏其他女人呢？好，我一会儿打给你啊。干嘛？你要跟我视频？不是，你就帮帮我的忙嘛！打过来，打过来。Hello， 楚楚，转一圈。好啊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啊。你看啊，看见没有？这是我的床，那这是我的写字台，哈哈，怎么样啊？回去。啊，你要再看一遍是吧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这里呢是我的沙发。不对，我说那一边，那边。哎呀，你都看2遍了。快点啊！你看这是台灯啊。果果，大芒果，你们是我呀。你们接着聊啊。楚楚，你骗我！你们在一块不是果果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别闹，别闹。我刚才骗你呢，是不想让你伤心。我现在觉得，等我回到上海以后，我需要非常认真严肃的和你谈一次。谈什么呀？谈来谈去还不是你把我当妹妹，我们之间是朋友什么的。楚楚，是不是因为我嗓子坏了，你们都不爱我了？不是果果，你看，你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。我不能再耽误你的青春了。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处于事业低谷，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件好事啊，因为只要你不断努力、不断坚持，你每一天都是在上升、是在进步的。只是你要需要找到一个真正能陪伴你的人。我觉得这个人啊就在你的身边，只是你没有发现。啊，这个人比我更懂得珍惜你。果果，果果。救你！哎，果，你干嘛去？哎，这么快就挂了？这大过年的，不多聊一会儿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身边有个更适合他的人，谁呀？苏畅。我不管是谁，只要能把我按住了，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帮我摁住唐果果，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啦。那不太可能。照他的性格呀，明早8点肯定准时在这儿。你更不能走了啊！你一走，他一来，那不等于雪上加霜吗？那我们家就炸了锅了。多好呀，热闹！你姑姑又那么喜欢他，正好他来了可以代替我，我就可以走了。你们都没有同情心，那走，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吧，你们都见死不救，这都添乱了，这是。躺着，别动。垫个矫情书。慢点儿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你管得着吗？不是你等会儿，你就不明白这段时间我一直陪着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干嘛心里总有正处啊？你能不能往别的地方瞅2眼呢？不能。正处有我能言会道吗？有我多才多艺吗？有我百折不挠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像我一样，对你一直不离不弃吗？
你再多说一句试试，信不信我哭给你看啊？哭啊！不管郑楚喜不喜欢我，他跟大芒果在一起，我就是不甘心。你干嘛去？找人去。哇，这罐子好漂亮啊！什么罐子呀？这是我们绍兴黄酒的一种，叫花雕。哎呦，你可拿稳了啊！看见没有？这上面这些图案呢，都是人工手绘上去的。真的？嗯，想学吗？学得会吗？那就看智商了。来，跟我来吧。别着急啊，慢慢上色。哎，这我画的比你还好。假装还挺专业呀。以前学过。你好好练一练，以后失业了可以上街上卖艺。谢谢您的夸奖。我这点手绘的手艺啊，就在这儿学的。小的时候呢，我特别淘，总是调皮捣蛋，我爸我妈也治不了我。后来我姑姑就想这招，她呢把我领到这儿来，说学习手绘啊，可以治我的心浮气躁。小时候姑姑对你挺好啊。嗯，我爸我妈工作一忙呢，就把我送到我姑姑那去。我姑姑没孩子，就拿我当亲儿子养着。哎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想干嘛就干嘛。那会儿管我管得挺松的，不知道怎么长大了以后管得比我爸妈还严。怪不得呢，你跟你姑姑感情这么好。画的还行啊。不错吧？嗯。智商高，没办法。怎么样？嗯？我的好一点吧？哇，不错啊啊！来，我给你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啊。来，我帮你画的太帅了吧？哎呀，这说明我在你心中的形象还是不错的。来，1、2、3。好了，怎么样？来，合影时间到了。来，看这里啊，1、2、3。萌萌哒。哎呀，这条街可出了名了啊！看到墙上那几个大字没有？书圣故里。好有文化哟！哈哈，要不我考考你，谁是书圣啊？谁是故里啊？你看，接得漂亮啊，接得漂亮。哎，又没在你家演给谁看呢？哎呀，今日份人多，你皮糙肉厚的不怕撞，我怕伤到你肚子里那个。哎，你说，咱俩算不算假公济私啊？借着工作之名出来逛街，公司可还没放假呢。放轻松啊，你就当现在是身处在浙江绍兴的爱美之旅峰会场啊。你这叫走入民间，体会民情。哎，那棉花糖要不要来一个？不吃，又不吃。那王羲之的老婆饼呢？不吃，你不愿意抠。那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上楼散步。你先说。这附近最近的商场在哪儿啊？你又犯病啊？哎，我已经做出让步了。你把我拐到这儿来，我也来了。你让我捎点生活费，我也交了。昨天说好的，给我1000块让我随便花，什么大过年的1000块钱都不给啊？太抠了。
1000块钱，你看看这附近哪有商场啊？1000块钱你能把人摊儿都给买了。哎，行，我给你。够心。哎呀，看看啊，就不能多给一点。正好。走啊！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你就别管了。走了。哦，买完了。啊，买的什么呀？你管呢？拿着，别偷看啊。喂，费总。那唐果果又来公司了。他去公司干什么呀？说你假公济私，借出差的名义到外面去谈恋爱了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会如实上报罗总啊，立刻叫你回来。谢谢你的诚实。朱总，其实我打这电话给你呢，是要跟你说啊，那唐果果的脸色很难看的，好像受到什么刺激一样。你呀，借公司上班的名义，拐别人的心上人去私奔啊，你小心的后院着火。怎么了？唐果果去公司告状了，真够小孩脾气的。哎呀，又让费总看笑话了。什么叫又啊？你忘了上次他去公司闹事儿，老费就在身边。你别跟他计较了，你想想唐果果吧，万一他真来了，你怎么办？苏畅，你别劝我，绍兴我是去定了，他们马上要订婚了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很感谢这一天你的陪伴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并不是……哎，行，你等会儿。去绍兴，我陪你去。坐着。你真的假的呀？你真的陪你去啊！我陪你去，你放心。你等一下，我去看看。我陪你去。来了！果果，果果，特大喜讯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最近不是录新歌了吗？明天我们准备给你办一场歌迷会。歌迷会？对呀，媒体、粉丝、主办方。公司呢只是会压榨你，歌迷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！果果，咸鱼翻身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对了，哎，那你还去不去绍兴了？啊，谢谢，别说了啊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在乎那些在乎他的人。至于歌迷呢，也就那么一回事儿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去绍兴干嘛？谁说我要去绍兴了？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歌迷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刚才不是？哎，那我还陪你去不去了？谢谢。哎，不要肉麻啊！我又不是帮你，我是帮我们家果果的。我也是为了帮我们家果果。臭不要脸！哎，我话说回来了，你说如果让果果知道了这些粉丝是我们花钱租的，能不能把我们俩撕？哎，行了，你就放心吧啊，我罩着你。早点回去休息吧啊。你等会儿，你干什么？休息啊！你休息到哪儿休息啊？你得回家休息。走。这就是我家呀！哎，你家，你回家。你回家！哎，你是不是喝酒？哎。这个也……那你别给我，直接给郑总就行啊。这不是你买的丝巾吗？你是特意给他买的？对啊，他不是快过生日了吗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说这干嘛呀？反正这购物狂的帽子你都给我扣上了，只可惜就1000块，
就只能买这个喽。你说你这，哎，你别多想啊，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，只不过基于合作关系，表示一下而已。我懂。哼，姑姑，你们两个真的变成情侣了？我怎么会那么晚呢？不是，我们可没出去玩，我们是办正事去了。我们呢去参加了浙江爱美之旅峰会场的宣介会，然后收集了一些资料。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说，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公益活动啊，投放在中小城市是太有必要了。你不知道，来了好多志愿者，他们一听咱们爱美主题是关爱女性健康的，那太支持了。好了，够了，苏总，你今天晚上就住客房去吧。你呀，就到自己房间去吧。人家女人随随便便可以住你房间的吗？这么晚了，您就别操这份闲心了。快点吧，你把她的行李送到房间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多懂事儿。请进。郑总，这几天住的习惯吗？这个床本来很硬的，我都帮你换了一个新的。你是一个孕妇，自己要事事小心呢。谢谢郑总。不用谢了。做那么小的事情，就可以感动到你吗？你在我眼中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知道，您如果想结束这件事情很简单，只要跟郑楚的爸妈说，这个孩子不是郑楚的就可以了。但您没这么做，您的心意我领了。你明白就好。您过来找我还有别的话吧？来，坐。是我冒昧了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到底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谁的？是你前夫的？你的意思是说不是啊，还是不可能啊？这是我的私事。实不相瞒，其实，在英国的时候，我已经对你还有你的前夫做了一些调查。你也知道，陈氏家族在英国很有名望，要调查一些信息一点都不难。我也知道你前夫叫陈家明。那到底你的小孩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说了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您应该明白，您这样调查我，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如果不是跟郑楚有这么大的关系，其实我对你的私事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就是因为已经牵扯到郑楚，现在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也不敢问自己，还找不到答案，是要放到下集。总是那么慢的你，是不是我太着急，太害怕抱不到你？想要我的世界。